珠海富華里位於拱北九州大道西，是一個集休閒、娛樂、購物於一體的步行街，有電影院、服裝店、玩具店、美食餐飲店、咖啡廳、酒吧、超市等。富華里有多座建築物組成，每一座都有一條特色的街道，具有鄰近澳門的文化熏陶。酒吧文化顯得越加有開放性，有住浪漫之城的珠海特色。水灣路酒吧街內夜晚的喧囂，正宗的葡萄牙紅酒和德國啤酒，吸引了不少流連忘返的各方酒客，帶你走進珠海不一樣的夜生活體驗，遠離喧鬧，感受安靜時刻。到珠海富華里小聚，喝點小酒，感受深夜音樂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到來吃喝玩樂。富華里引進的商家算是不少，是以美食為賣點來吸引市民的地方。餐廳食肆種類多，有粵菜、各式肉類火鍋、客家菜、烤肉、魚煲、私房菜和快餐店等各式其式。近年來有不少做節的氣氛，成了新商業和新生活的基礎配置。富華里的節日活動就成為新常態，成了短途休假遊玩消遣的好去處，也是一家歡聚的最方便的選擇。